亲爱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日早起的讲读。今日咱要来读的是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日。早起咱要来请秀玲执事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早。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天父，认捌你是阮一生上水的祝福，亲像透早这首诗歌所吟的，主有丰盛的恩典甲慈爱，亲像日头照东也照西，有主牵阮的手，阮一生无挂碍，献上阮深深的感恩。阮要透过每日的读经、祈祷甲操练，甲主的性命有搁较深的结连。我要伫主的内面受性命的活水，啉了永远袂喙干。感谢陈牧师帮助兄弟学习用台语来读经，来认捌上帝。愿上帝互所有用台湾话的人，拢听到伊用咱上亲切的父母话，在对咱讲话，互咱对安尼来认捌伊，搁来信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愿一切的荣光拢归乎上帝。这是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阿门。好，接咱要来读今日的圣经节是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第9节，要读到22节。要来请嘉信长老带咱大家来读。大家平安，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就尽所有赶紧来我遮，因为迪马贪爱现世，已经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希律师嘛已经去加勒泰，提倒去地马泰，只有路加甲我做伙伫遮。你着带马可做伙来，因为伊对我的侍奉真有帮赞。我已经派推基古去以弗所。我伫特罗亚留伫加布因兜迄领外衫，你来的时着带来，嘛着带遐个册来，特别是遐羊皮的册。拍档师傅阿里山代对我害甲真惨，主会照伊的所做，甲伊报应。你家己嘛着提防。因为伊极力反对咱所传的信息，我头一遍申诉的时，无人伫身边帮助我，大家拢甲我放散。愿即个罪无归伫因，毋过主有徛伫我身边，互我有气力，通完整传扬信息，互所有的外邦人拢听见。最后，我有对师的喙受救出。主会救我脱离拢总的歹代，嘛会救我进入伊天理的国度。愿荣光归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甲贝基拉、阿古拉、甲俄尼斯佛全家请安。彼拉都继续踮伫哥林多，直落灰毛破病，我甲伊留伫米利都。着尽所有伫冬天以前来，优波罗、布甸、日罗底亚，甲众兄弟姊妹，拢要甲你请安。愿主甲你的心灵同在，愿上帝的恩典甲恁同在。以上。好，感谢。好，咱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到今仔日，咱就会来完成拢总17日。对明仔早起开始，咱要来进入是希伯来书这个讲读。咱的时间会提早8点钟对6点半来开始，拢总有18日。嘛，欢迎兄弟来参与伫诗歌、祈祷、甲读经的服侍。伫希伯来书煞接以后，咱会来读历代志上下卷，咱要用华语，所以时间会安排伫暗时8点对7月15到9月20。嘛，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提摩太后书第4章后壁咧讲起着保罗对提摩太讲，就爱传福音，无论时机如何，就爱传，因为人会亚先顺正的道理，就爱来忍受苦难，做传福音的工作，尽家己的职分，嘛爱来得到公义的免流。保罗特别讲着伊牺牲的时候
伊跑走完工的时啊到啊，耶稣要显现的时将来也要到。所以咱的经句是第4章第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着守的信用我已经坚守。向头前来复习第3章讲到什么？讲到爱知影末日的苦难，然后爱闪避末日才会猖狂的人，爱继续还是保罗。伊会坚守，伊会受苦，伊会得救，嘛要继续来持守这个真理，特别是圣经，互人得到救，圣经对上帝来，圣经互人得到利益，圣经互人得到完全。提摩太后书第2章讲到啥物？甲保罗甲提摩太提醒，爱伫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爱纪念耶稣的福音，毋通伫坚持争辩，爱得向少年人的私欲。因为伫上帝厝有逐种的器具，上帝使用是迄个清气的器具，甲做伙亲身用纯洁的心，基督的人来追求公义、得到伫和平。做萝卜毋通争辩。第1章讲到保罗爱提摩太，将温书像火搁点刀，为福音受苦，爱靠信心来守了上帝的道理。虽往亚细亚的信徒拢弃杀保罗，总是俄尼瑟夫一家来敲找保罗。所以提摩太后书，咱看到伊的感觉，就是这个主题就是咧讲坚韧啊。保罗劝勉提摩太毋通惊艰难，爱到死忠心见证耶稣基督，坚守基督福音纯正的道理，排起教书甲传道的责任。劝诫提摩太毋通甲这个愚妄的人辩论。希望提摩太掠保罗做模样，学习保罗的信心、忍耐、疼心、坚忍、忍受患难甲迫害。保罗一生无有错过传福音的机会，甚至受掠、受关、受审问的时，也将福音传互未听过人。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嘛，勉励咱基督徒毋通为主做见证，当作是见笑，就要努力做上帝看做贵重清气的器具啊！这是后书。前书咧讲啥物？讲爱提防教会虚假的教义，然后爱指示教会行政甲管理，特别是监督职事的资格，甲因应该有的品行。教导提摩太做主忠心的萝卜，对待教会无相像的年纪、信徒、兄弟姊妹，搁处理教会社会中间的弱势，安怎来处理？所以这是后书甲前书咱伫后书的最后这章的最后这后半段，是保罗伊的劝诫，伊特别是对90到18节，甲提摩太讲几件私人的事。头一个就是爱提摩太尽伊所会赶紧来保罗的身躯边，就是对以弗所来到伊，而且早伊3项物件来，就是衫、册甲被卷，这3项。然后嘛爱提醒提摩太，就爱提防这个敌人，特别是陷害保罗的人，可能嘛来陷害提摩太，而且讲伊安怎头一届出庭的过程来见这个法官。然后最后19到22节，才有报着足多人的人名，来请安甲祝福。伫这段的中间，咱有看到几个人名，头一个咱看到是底马，这个底马本来是保罗的同工伫腓利门书第1章、哥罗西书第4章，拢提起伊的名。总是迄阵保罗是罗马的监狱，伊甲保罗受苦。但是第2届保罗倒来到监狱的时呢，伫罗马，伊煞无愿意受苦来去杀伊哦。这个书名意思就是增多加添，伊的故事真少，但是按照教会的传统。这历史后来去到伫法国里昂的附近，伫遐来传福音，所以伊来继续保罗的这个使命，将福音传到迄当时世界的落尾，就是往西班牙遐来去格勒士往加略泰，这个加略泰有诶古早圣经的抄本翻做高卢高卢就是指法国的所在，迄当时嘛叫做法国迄个地区也叫做加略泰。所以有古早几个这教父呢，认为这个加略泰不是指亚细亚、小亚细亚迄个加略泰，是指法国这个所在加略泰所以格勒士不是向东，是向西去
然后达马台，这个达马台伊去到伫提多去到伫达马台，提多就是提摩太后书迄本的提多书啊。这个提多呢，伊是一个足够办代志的人，嘛是保罗上任的囝。保罗甲派去这个意大利的另外一边啊，就是前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东岸了。迄当时当保罗写这个批信，达马台已经变做一个罗马行省，所以也可能有遮新的时间啊。所以大概是提多完成伊伫克里特岛，就是格里底，这个工课了后，保罗就甲派去到伫达马台迄个所在。伫罗马书15章会当看到，然后才有甲提摩太讲，你爱带马可来我家，因为伊对我真有利益。马可一嘴的马可就是马可福音这个作者，是彼得的学生，是巴拿巴的这个表弟哦。伫哥罗西书使徒行传12章13章，拢讲到马可，特别是使徒行传12章13章讲到马可，就是讲到伊失败的记录。早期保罗头一届报道旅行，伊参加，但是头一站去到伫古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时，马可伊就离开拖队啊，转去啊。伊可能忍受袂了，这个马可，咱若看这个福音段知影讲，马可楼，因兜就是这个耶稣最后晚餐的所在。因为因兜会当有120个人伫遐来祈祷，然后佫讲到，因兜是大所一个大间的厝。所以可能是一个好嘢人，所以才袂堪得去这个福音队布道旅行这个代志。但总是呢，第二次巴拿巴要继续带这个小弟去啊，但是保罗无爱，所以就将保罗甲伊的师傅巴拿巴两个人分裂啊。所以巴拿巴伫使徒行传15章以后就无阁看到这个人，拢对保罗来行。但是呢，马可竟然伫保罗最后的路站，最后的批信，搁一摆讲到伊，然后讲伊对我真有利益，所以请提摩太爱甲伊带来，带来不是赶要带来才甲伊帮赞啊。所以这是真特别的。所以马可甲迪马两个名拢有马，但是呢，这个迪马是头一甲保罗做伙，最后煞来气杀伊。马可是一开始就气杀保罗，但是到后壁是倒吃甘蔗，所以这个迪马甲马可。两个差别拄会当做一个对照。然后保罗讲，我有留伫帖罗亚有3项的物件，所以可见保罗去掠来罗马进前，又去过伫帖罗亚，然后对伫10万看到伊伫哥林多、比利多迄个所在，伊拢捌去过。所以咱才有迄个地图，就是保罗伊有踮伫遮个所在，伫伊最后第5摆旅行时去过所在。然后帖罗亚有一个人叫做加布，这个加布的名意思就是诡计，伊唔知影是虾米人，总是咱知影保罗物件留伫伊遐，代表保罗住伫因兜，所以这个加布就是接待保罗的人。伊这个物件原来继续伫遐，嘛表示讲保罗去用掠来时阵，根本就未赴准备，未赴款物件，连伊要紧的物件衫啦、册啦、批卷啊，拢留伫迄个所在。这个衫。是迄个时阵，就是较高的布料，会当为这个抵挡御寒，买当来这个挡雨啊。所以保罗伫这个罗马的地牢，遐气候，地中海型气候，甲这个伫这个小亚细亚遐气候可能无啥共款，所以而且嘛要进入冬天啊，所以需要有这较高的衫可见加入。嘛不注重人权，就算讲伊是罗马人嘛无要互伊衫。然后伊这册，这讲的册是指蒲草纸做的书卷啊。这种的纸呢，通常就是来抄，嘛当写批。然后还有一种是羊皮书卷，批卷。这个呢就是更较比蒲草纸较耐用，更较贵。所以这皮卷呢，可能是指抄写这经章，或者是保罗。伊还未完成的批信，保罗到底是用蒲草纸写，还是用皮卷写？咱是唔知影。但是伊爱互这批信，毋是敢一个教会塔，爱搁传到其他教会，所以凡是伊嘛用较高的皮卷，或者批信会当保存较久的。所以咱看这个图，保罗人伫罗马这个所在，然后伊。
提摩太踮伫以弗所即个所在，伊讲底马已经离开我，往贪爱世界，往帖撒罗尼迦来去啊，所以伊是临阵脱逃。总是呢，吉列书伊去到伫加略台，毋是这边的加略台，是这边法国这边，在更荧幕外面啊，往法国的方向去啊，底下来传福音。还有提多本来是伫即个是格里特岛，格里特岛是伫即个所在，尾后伊完成这个事工，保罗甲伊调去即个大马台。就是伫即个南斯拉夫近南斯拉夫的所在，阿尔干半岛顶悬，只有路加伫我遮，所以保罗在写即封批时阵，只有路加，咱嘛看到路加是个真忠心的仆人，伊是医生，但是伊嘛就有学问的，看到遮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甲使徒行传对，还有伫保罗批信中间讲到路加甲伊做伙出力啦。路加嘛甲提摩太同款，拢毋捌留过半句话啊，都没有说过任何的话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因的行动力，因的伫边仔斗骹手，互圣经互咱看了因足侪会帮助。然后保罗嘛讲，伊派吹机构要去到伫以弗所，所以这封提摩太后书真有可能就是推机股。早即封批来，推机股伊伫别个所在，嘛有出现，所以嘛是保罗当间。然后伫德罗亚等提摩太接到批时阵要来阵，先去德罗亚将这物件载来，然后马可嘛甲带来，所以马可嘛毋是伫以弗所，就是伫德罗亚，也是伫遮路上的所在，将伊的马可带来帮助以后，然后咱阁看到后壁一段14节到18节。讲到帕当师傅亚历山大啊，帕当师傅就是最金属的这个师傅亚历山大，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就讲到伊甲科米奈两个人呢，拢是异端欠圣早就去保罗互出去教会啊，就是甲伊交互撒旦，但是到雨水阵呢，因阁毋甘愿，继续抑搁伫遮伫陷害保罗，所以嘛有看到科米奈亚历山大因继续伫教会中间造成的影响，而且呢，毋是只有害一届，就是几啊遍来害伊，用各种的方法，所以一些故意传红灯啊，一些检举违规啊，也是故意放火烧掉罗马拢有可能。所以，但是保罗无写伫批信的中间，你嘛爱提防伊哦，因为伊嘛有可能陷害提摩太。为什么这个亚历山大这样唔愿？因为伊尽力抵挡阮的话所以是为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亚历山大极力反对阮所传的信息。保罗伫16节讲，我头一遍申诉的是无人伫身边帮助我。这个申诉就是指正式审讯前的初步聆讯可能就是来做笔录啦，去派出所啦，去找这个。侦查组啦，然后甲伊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但是保罗呢，伊家己讲虽望无人伫身躯边帮助我，毋过主伫我身边，互我有气力通完整传扬信息，互所有外邦人拢听见。所以表示讲保罗伊就来圣国去做笔录，伊原来伫迄个所在，来见证的毋是家己的行为，见证是伊为虾米安尼做，就是为着耶稣，为着上帝国，然后将这个福音完整来写。所以咧写笔录的这个警察，这个官员，伊可能嘛是咧写保罗讲的这个福音嘛。所以保罗真有自信，伊有完整传扬信息，就是伊嘛伫罗马这个所在，将这个福音完整来讲。凡是这个抄写的这个警察啦、官员啦，因听了后，因嘛来信主，所以嘛伫到罗马遮嘛有一定基督徒。虽望这个最后保罗写可能对伊的这个判决无有帮助，但是伊知影18节讲主会救我脱离拢总的歹代，嘛会救我进入伊天理的国度，愿因根归伊直到永远阿门。所以保罗伊嘛知影，伊拢交互上帝。伊即马上要紧的，毋是要救家己的命。过去伫使徒行传，伊是保罗尽力要救家己的命，但是来到这个坎站，伊知影即届可能是无法度，所以伊只好将福音完全的传出去能够多传一次就传一次。
所以主帮助我，就是主来互保罗伫遐去过时阵，会当来做伊干净最后一段19到20，佫继续讲到遮人名，碧基拉、阿古拉这对夫妇，因的名是太太在头前，古老的先生在后壁是因教，因出现过啊道，了后伫保罗其他的批信，因拢是犹太人，但是本来住伫罗马，即马去互赶出来，赶去哥林多，保罗伫哥林多拄着伊的时阵训练因，然后将这对夫妇找去以弗所，伫以弗所的时阵，以弗所这对夫妇就来帮助阿波罗，所以阿波罗伫迄个所在得到这对夫妇的帮助，会当更较有力，来讲起主的道理。然后这个俄尼瑟夫咱已经有介绍过，以列多点伫哥林多，以列多伫罗马书16章、使徒行传19章拢讲到伊的名，可见这嘛是保罗要紧的同工，得罗回摩伫使徒行传20章、21章。保罗第3摆报道旅行的时阵，等尾去，嘛有出现，而且伊是以弗所的人，所以得罗回摩破病，我该留点伫米利多米利多其实离以弗所无真远，只有48公里，但是保罗人即马伫罗马几千公里以外，伊来关心我提摩太讲，伫你边仔的米利多，得罗回摩，咱的同乡以弗所的同乡，即马伫迄个所在，该灌过教国，凡是米利多去以弗所较近，但是保罗的心意，原来爱提摩太去注意，毋通去绕到上帝的同工甲遮的样就真理可能伫当天以前来，当天除了代表气候歹，袂当行船，嘛代表可能是保罗伊的心门，伊要来开庭所以希望提摩太要会当早衫、早被、早被早册甲被来见伊后壁佫讲到有保罗布丁、日罗、格劳迪亚，才有3个查甫的名，甲一个女性的名，格劳迪亚。所以小等咱佫介绍这4位所以咱看到这个地图以列多留点伫哥林多。然后特罗菲摩留伫米利多，米利多甲以弗所距离足近的，但是罗马真远，但是保罗原来关心这个特罗菲摩，所以保罗同工伊拢真关心，但是肯定头一个就是这个底嘛，互因真伤心也是切心所以伫这个最后袂当甲保罗行到这个路尾是真无彩。底马这个人的名意思就是人民的统治者，听起来就是有政治意味。铁萨摩尼加这个城市是一个驻防城，嘛是罗马的军队，甲菲利比，因为这过去较早罗马帝国伫这个所在，爱提防这个人爬入来，所以才拢派去做官员。哥罗西书第4章讲到路加、底马甲恁请安，腓利门24、19，甲我同工的马可、阿里达国底马、路加嘛甲恁请安，所以这拢是保罗过去监狱书信中间的好同工，但是即马呢煞去煞以后，咱知保罗伊逐所在拢有同工，相当主力的分享，嘛讲到保罗伊袂去制造属灵的孤立。一定有些属灵的兄弟姊妹、属灵的父母、属灵的长辈，来扶持这灵性较软正的基督徒。总是保罗这个同工拢真重要所以有的是第1站、第2站、第3站，有的是1站，不论几层但是保罗拢会通过这个同工伫各所在的教会最外面就是各个地方的教会来做会来兴旺福音来扶持这个真理但是这呢就已经把这个底马踢出去所以这个底马呢留一个歹名，伊嘛像这个阿尼瑟夫也好还是这个崔基古也好但是呢最后真无彩留一个歹名伫迄个所在底马伊的离开，互保罗真伤心。贪爱世界这个爱呢就是阿加佩尔最高级阿加泡表示伊对这个世间强烈的疼爱接受世界限制、撒旦的限制，然后伊克服向世界来争论，所以伊只要追求感情的短暂的荣华，错失基督将来迄个永远的荣耀。但是这个爱呢，拄好伫这个4章的
9节啊，4章10节真冷战，4章8节呢，这个爱嘛出现了，就是保罗讲的我已经征战迄个好征战。第8节，你的法官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日要互我，毋若互我嘛要互拢总羡慕伊显现的人。迄个羡慕吼爱慕嘛是共即个阿加跑，吼，所以拄啊保罗写着即字，吼，遮尔啊强的字，一个是羡慕耶稣基督过来，但是底嘛却是羡慕即个世间的荣华甲富贵啊。然后搁伫即个最后的关键的时刻，做一个足强烈的反差。好，所以迪马甲马可，即个爱世界甲爱耶稣吼，拢是即个即种批内底，互咱看到。提摩太后书第2章20，保罗就劝劝提摩太吼，爱有遮属灵的同伴，是同奔天路，爱得比少年人的需要，就爱找遮纯洁的心基督主的人，做伙来排耶稣基督的苦难。做伙来拼即个福音的竞赛，然后嘛爱无放弃，直到见主的面啊。所以头前1、2、3、4底嘛拢有做到，但是最后第5伊来失策，所以非常的无彩。然后这4位有保罗、布丁的罗、格拉迪亚，因是信心的代表，因拢是罗马的信徒。迄当时暴君尼禄愈来愈歹，伊嘛。而且是到尼禄皇帝的末期啊，隔登尼其实保罗嘛，甲即个常常咧讲即个奥运金牌，即个 Eric 共款，保罗乃当阁加活1年，即个尼禄皇帝就翘起反射，即个代志就会较好势。但是上帝意思嘛是安尼，但是这4个人呢，无受遮个恐吓，原来要去来 touch 即个记者，即个保罗去加甲找伊啊。所以这4个人，伊的名出现伫这个批中间，万不离这种批，那走去这个罗马军府总督，是这个卫兵的手头。你甲保罗是共党的哦，恁即甲保罗名拢写伫遮，恁拢是共一批，拢是共同一个集团，马上就去互抓来，不管伊是罗马人还是外邦人，所以呢，这其实对伊是真不利啊。但是因呢。无惊吓，保罗嘛将伊名记伫即个所在，所以可见因的信心是值得咱来肯定的。但是呢，因的代志无资料无真侪，但是传说有足侪啊。大部分人因为即个格老迪亚是女性，所以有人认为讲即个布丁呢是先生，利努呢是后生，格老迪亚呢是妈妈，所以这3个是一个家庭啊，是这三个是一个家庭。另外呢，有人讲这个利努呢，就是保罗死以后嘛，做过这个罗马教会的监督，变做是主教，所以伫天主教的传统，彼得是第1任的教皇，因为彼得也来过罗马，彼得伫罗马这个时候在可能来牧会，还是来牧养，最后伫罗马去用关系伫遮，但是呢，利努呢，就是第2任，所以咱去看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对第1任、第2任就是这个利努但是历史上并无这个证据。有一个故事就是讲，格老迪亚是比勒多本丢比拉多的某，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的某嘛叫做格老迪亚，伊安怎走来变做是罗马教会的会友，这个唔知影，就是这互咱会当来参考安尼。不管如何，这4个人因的故事、因的信心。伫这段所在，互咱看到是信心的坚定、勇敢、忠心、热心，甲保罗做伙患难会堪得考验，这是信心的勇士啊。明仔载咱就要来看这个希伯来书最后11章讲到这信心的勇士，亲像12章这见证人一样啊。所以这嘛是信心的勇士。今日这段经节，保罗讲提摩太，紧到我遮来，然后你家己嘛爱注意。然后，请替我办这代志，就是甲会友请安啦。为什么来我遮呢？为遮几个人底嘛，吉列斯、提多罗加崔基哥，已经拢无共款的原因，无伫保罗身躯边。保罗即马身躯边需要人倒骹手，然后将马可带来，搁伫家步厝内底物件嘛查来。但是有一个人伫，伊可能无踮伫罗马，但是伊害我真惨嘛。就是这个亚历山大，你嘛爱提防伊。虽然去用陷害，我会当有机会有家己辩护，
但是呢，伊会就是咧将耶稣的信息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的心志就是主一定会救我脱离的歹，将我安全到伊的天顶去。然后请替我甲这对夫妇阿尼谢弗这家的人阿尼谢弗已经无伫啊，所以甲伊厝内底的人甲因请安，甲因说多谢，一定是替保罗的帮助真大。以列岛甲铁路飞摩伫无相像的所在，这四位同工因嘛甲恁请安，因可能是代表罗马教会甲罗马教会其他所有兄弟姊妹，拢要甲恁请安，愿主甲恁伫得。所以即张讲着爱赶紧来，就是遮同工因去啥物所在，保罗需要的人需要物件，爱提供的人是即个拍动的师傅，总是嘛看到耶稣甲保罗伫得，所以。保罗头一届见到耶稣是去大马色的路上，最后一届呢，互咱看到就是伫伊出庭的时候，主伫伊的身躯边使徒行传主定伫保罗身躯边，爱互相请安，保罗家己的请安，同工的请安，还有兄弟的请安哦。今日的经句第17节，我有主站在我身边，加给我力量，使我能把福音完整地传开，让所有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毋过主徛伫我身边，互我有气力通完整传扬信息，互所有外邦人拢听见。最后我有对西的喙受救出。But the Lord stood at my side and gave me strength, so that through me in the message might be fully proclaimed, and all Gentiles might hear it. And I was delivered from the lion's mouth. 所以愿上帝，互咱伫今日的圣经的上帝话中间。这17天，咱读提摩太前后书，毋是只有听过，咱当家己搁读再读，对这中间，互咱当得到上帝的话甲需要。明仔载要看希伯来书，甲希伯来书的这个大纲，咱就明仔载邀请兄弟当继续来参与，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阮只能礼拜久的时间，阮当来通过提摩太前后书。搁较来了解上帝你的同工，甲上帝你的教会，就安怎样来配合，互上帝你的福音会当伫逐世代、逐所在来传扬出去。愿上帝也帮助阮，互阮伫现主时，阮伫迦南教会，阮踮伫桃园即个所在，阮安怎甲上帝的话同工，互上帝话临到阮，阮当来做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互阮会当将即个上帝话语会当传出去，互阮也知影，阮就是一本会晓行路的圣经。上帝话通过阮来实行，互阮所讲、所传、所做一切，拢当来因跟主。也愿上帝赐福带领，互阮得到上帝的信息的帮助开力，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大家，大家平安，我们明天见。平安，平安，平安，明天见。明天见，谢谢牧师，明天见。平安，平安。